各位戰友，今日呢條片，我想先問你哋一個問題：你哋平時炒股係咪成日追熱點、睇新聞同埋炒題材㗎？但係你又知唔知喺華爾街真正賺大錢嗰班巨鱷又係點樣玩嘅呢？其實啲頂級大佬們呢，佢哋係唔睇市場情緒，唔炒話題，佢哋睇嘅呢係資金嘅流向。最近有件事好誇張嘅，木頭姐、巴菲特、佩洛西三位完全唔同風格嘅大佬，居然罕有地同步出手。點解話呢件事咁特別呢？因為三個人南轅北轍，一個係科技狂人，一個係價值之神，另一個係國會股神。但係咧，今次佢哋三個人都同樣押注喺同一類嘅資產上面。各位，呢個就唔係普通買賣咁簡單，呢啲叫趨勢共振。三個大佬不約而同咁樣押注喺同一條主線上面，並唔係巧合咁簡單。當科技派、價值派、政策派嘅力量匯聚成一點，就意味住新一輪嘅財富重新分配係時候要開始啦。但係問題嚟啦，佢哋究竟睇中咗啲乜嘢呢？點解會話係10年難得一遇嘅機會呢？大家好，歡迎嚟到資本透視，我係 G Lo。作為一位美股分析員，我希望能夠用最直白嘅方式為大家洞悉資本走勢、拆解佈局，揾出最佳嘅投資機會。如果你係第一次睇我嘅頻道，記得訂閱，我會每日為大家帶嚟深度分析。各位戰友們，我哋先嚟講講木頭姐，佢一向都係華爾街最激進嗰排嚟嘅，最中意玩顛覆式創新。咩 AI、自動駕駛、加密貨幣、太空探索，乜都夠膽賭。以前啊，佢淨係靠 Tesla 就已經令到呃基金翻咗4倍。雖然波動大，所以備受質疑，但係佢有一樣嘢好勁，就係敢喺大家唔相信嘅時候落注。近排嘅最新嘅動作就係繼續重倉 Tesla， 講明佢冇變過心，依然睇好 Tesla 作為一個領導科技改革嘅公司，而且佢亦都繼續睇好 AI 終端同埋數據平台，另外亦都加碼咗 AMD、亞馬遜呢一類型嘅算力同埋 Cloud Service 供應商。同時佢亦都減持咗一啲 AI 醫療公司。減持呢啲 AI 醫療公司並唔係話睇淡 AI 醫療，而係佢覺得估值太高，錢放喺呢度效率唔大，所以佢就轉咗焦點，由 AI 硬件紅利轉去 AI 應用層面同埋基礎設施。各位，呢度個邏輯其實就好清楚啦。喺呢一場 AI 競爭賽之中，第一階段鬥嘅係晶片，鬥嘅係顯卡；第二階段鬥嘅係落地，鬥邊一個人可以真正將 AI 用喺現實生活上面。換言之，其實佢喺度提前部署緊 AI 嘅下半場。我嘅睇法就係呢個舉動其實一啲都唔癲，反而好合理，因為佢壓住緊嘅係科技賽入邊最穩陣嘅部分。好啦，跟住我哋講下巴菲特。其實呢個巴菲特幾有趣嘅。佢手上面揸住比亞迪10幾年，賺咗30幾倍，但係偏偏喺呢個時候，佢選擇清倉比亞迪。市場話佢係想撤出新能源，其實我覺得唔係。巴菲特絕對唔係靠炒賣新聞而發達嘅人，反而佢覺得估值太高、風險太大嘅股票，佢一律清倉。比亞迪呢幾年確實漲得好厲害，但係佢而家面臨嘅挑戰亦都有好多，例如地緣政治、出口關稅、國際競賽。呢啲因素都會令佢成為組合入邊嘅異類，而巴菲特最唔中意就係高估值而且高波動嘅資產，所以其實佢清倉比亞迪完全合情合理。可能你會問，咁佢啲錢究竟去咗邊啊？答案其實就係去咗日本5大商社，分別係三菱、三井、伊藤忠、丸紅同埋住友。呢啲公司表面上係貿易公司，實際上其實係全球資源、能源同埋供應鏈嘅巨頭。佢加倉到去接近10% 嘅監管紅線，咁你話佢係咪其實即係落咗重注啊？佢嘅邏輯其實就係全球供應鏈重組嘅時候，呢啲掌握資源嘅跨國公司先會有真正嘅定價權。佢放棄高波動嘅新能源，轉壓住低層資源鏈，其實係穩中求勝。至於我個人係點睇嘅呢？單單淨係呢一波操作，其實已經有好多值得我哋學習嘅地方，比如話，我哋唔好淨係望住個市邊個漲得快，其實個關鍵係邊個嘅準確性較高。短期上面個分別性可能唔大，但係長期上面你好難輸。好啦，輪到佩洛西呢位國會股神就更加直接，佢嘅操作8個字講晒：立法、預算、落單、利潤。意思係咩呢？佢永遠都早人一步，知道邊個政策會落地，政策未出佢已經買定離手，政策一出股價立即起飛，然後就跟手兌現。
佢喺2025年嘅時候，淨係單靠 AI 投資，一隻股票已經賺咗213%。最近佢又重倉英偉達、博通、微軟、亞馬遜之類嘅看漲期權，而且仲加碼咗 AI 醫療、清潔能源。佢賭緊嘅其實係政策紅利。所謂嘅 AI 算力、醫療科技、綠色能源，其實全部都係立法嘅重點同埋預算傾斜嘅方向。佢嘅底層邏輯其實就係資金往邊一度流，政策就會支持邊一度。當其他人仲講緊 AI 泡沫嘅時候，佢已經提前重注期權。佩洛西對我哋嘅啟示其實就係政策型嘅賽道確定性比較高，雖然冇內幕，但係唔緊要。其實我哋可以跟蹤佢嘅持倉報告。表面上三個人方向唔同，但係當我哋拆開嚟睇，其實佢哋全部都壓住喺同一條主線上面，包括算力、能源、政策紅利。木頭姐主力 AI 算力加數據中心，巴菲特主力能源加資源鏈，佩洛西主力係政策加 AI 醫療再加安全科技，三條線互相共振，形成咗一條資本洪流。各位兄弟們，呢啲其實就係所謂嘅趨勢共振，價值派、科技派、政治派同時都指向同一個投資嘅方向，包括 AI 算力、自動化同埋政策科技。每次出現呢種共振，都代表住財富分配重新開始。AI 算力係地基，自動化係落地，政策科技係兜底。咁我哋普通投資者其實要點跟呢？其實普通人唔需要話逐個咁樣去追熱點嘅，只要睇清楚資金嘅流向，揾到核心公司，呢啲公司就係我哋上車嘅橋樑。未來10年，資本洪流其實一早就已經幫你畫好咗條路，包括 AI 算力、能源、政策科技。呢啲都將會係未來10年嘅大趨勢。如果你覺得呢條片對你有啟發，記得幫手 like 同 subscribe， 然後分享俾身邊炒股嘅朋友。我係 G 路，呢度係資本透視，我哋下條片再見。